Hello， 我哋係 Chua。今日我哋又要拍古歌仔啦！好耐未試過齊人拍古歌仔啦。上次係邊個唔喺度打包嗰次？我唔喺度啊。係啊，你唔喺度，所以我彈。哦，係啊。今日我哋就要拍呢個00至10年代嘅歌，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嘅歌咧，大家讀書年代一定都會有聽過嘅歌。我讀書嗰陣時唔聽歌。我聽過古典音樂嘅喎。嚇，你貝多芬？你即係話翻落嚟貝多芬啊？啊！你又睇過貝仔？哇！啊！ 00年代最熟悉嘅係啲咩啊？許廷鏗啊，早少少，如果08、09嗰啲。吳雨霏啦，咁冇印象啦。出到幾歲，我阿媽唔俾我聽情歌㗎，一定咧話刪咗佢。點解啊？佢驚我學壞，有咩情情塔塔嗰啲嘢。 00年代咧最紅咧應該就係 Twins 啊，我覺得嗰陣就係紅到全世界邊一個位你都會見到 Twins。喺小學嘅時候啲老師都係講緊 Twins。我想講嗰陣時 Twins 嘅話係我家姐好中意佢，佢明愛暗戀補習社就已經買咗碟啦。之前我老豆就將嗰隻碟咧就燒咗落卡式帶就擺落架車度，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係咁 loop，所以就 loop 到我熟晒。明咧？又不是80年代，係你啊！之後先聽翻以前嘅歌，因為以前真係冇乜聽。不過我諗應該都識嘅今集。咁我哋今日就有10題俾大家估下嘅，咁希望大家答啱啦。歌名、歌手各1分。輸咗嘅懲罰咧就係我哋每人可以揀一樣嘢倒落個杯度，輸咗個嘅咧就要飲晒佢。上一集輸咗嘅就係經常輸嘅 Violet 啦，所以你今日係會有2個錦囊嘅。好，咁我哋第一題啦。但叫咩名咧？我知啦，冇偷睇我答案啦。大家都好努力地好似寫緊 essay 咁樣。我想你彈清楚多少少，我有2首歌揀緊。唔得，唔好啦，嗱，真係 Kim 唔識。 OK，好啊，係啦。Violet開先啦。 Twins 嘅唔知咩咯，我覺得啲 melody 似咯。我係紅綠燈鄭融啊。鄭融紅綠燈。鄭融紅綠燈，鄭融紅綠燈。好啦，就係紅綠燈鄭融。耶！係啊。明明綠燈，轉眼變成紅燈。假使相當勇敢，怎可挽回自身？若要衝，損傷怎可以不留痕？來又去，要找的際遇未接近。明明綠燈，轉眼變成紅燈。抬頭望望去，對面馬路如此吸引。仲秒等，心急總加倍的難行。難道我要必先壯烈地犧牲去換嗎？哇！即刻翻返去嗰個年代而家。好，第2題。得啦，好勁啊我！果然係戀愛腦。吓？唔識呢首，可能未聽過。咁唔會咯難嘅冇啊，長唔識㗎，呢個真係打 pat pat 就得啦。我哋可以完啦。冇可能阿長唔識，阿長一定識呢首歌。阿長一定識呢首歌係咪啊？完全冇印象。呢個提示你啊，你有去過佢嘅演唱會。估之前，不如我哋一齊睇一條超爆嘅旅遊片，緩和下緊張嘅氣氛先啦。我見到最近 AirAsia 最新推出咗一個老 Best 大癲遊嘅旅遊活動，最癲嘅係睇到原來喺馬來西亞吉隆坡係可以喪食平食到癲，完全顛覆咗我嘅認知啊！我哋已經到咗阿羅街美食街，呢度至少有20間餐廳同超過200個攤位。呢一款呢就叫做惡得，咁先係使咗4蚊港紙左右。呢個係必食嘅燒雞翼，平到傻啊！呢個亞羅街夜市，係啊，睇下佢串燒都係3、4蚊一串啫喎。燒魔鬼魚，哇！佢仲有呢個燒魔鬼魚，超吸引喎。馬來西亞黑刺榴蓮，黑刺榴蓮係榴蓮界嘅天花板。 100蚊咁多嘢食，係抵到黐線。跟住佢哋去到元昌隆咖啡店啊。呢間元昌隆咖啡店好復古，好似你呢啲中意懷舊復古 coffee shop 嘅人咧，就可以去打卡 po IG 呃 like 啦。打卡幾靚喎，你真係。佢唔單止外表掂，入面嘅菜單多元化到大癲，檳城嘅蝦麵、椰漿飯、南洋馬拉糕，再去到麥麥炒麵，可以一次過喺度試盡晒。哇！真係好平喎，勁抵喎！你成台都係放題咁樣，都唔會覺得肉赤。哇！真係完全食到 high 晒啊！呢個知正。哇！夜晚咧睇呢一啲去旅行啦、食好西嘅片咧，真係非常之邪惡啊！我已經準備好去吉隆坡嘅機票㗎啦。哇！咁記得幫我買埋啊！我 check 過下機票㗎啦。AirAsia 咧，依家啲機票咧平到單程只需要港幣163蚊，或者係 MOP 337蚊，就可以揀喺香港或者
澳門直飛吉隆坡啊！重點嘅係佢唔止邀請咗旅遊達人謝西嘉去拍片宣傳馬來西亞，嚟緊仲有其他903 DJ 的神同埋阿鄭去玩埋其他航點添啊！除咗要 CLS 我哋嘅 channel 之後，仲記得要 CLS 埋 AirAsia 嘅 channel 一齊超住去旅行。由阿祥開始啊！純粹靠 Anthony 嘅提示，側田30日啦。我都聽唔出啊！側田係我哋一齊會去過嘅演唱會啊！命硬啊，側田。交白卷嘅。命硬側田，明亞側田係啊！聽唔出喎。 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。團圓或者晚了也過10年，仍然未捨棄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荊棘滿途全枯死。這盼望很悠長，亦決心等到尾。等得起，好聽。哇，好正啊！我哋今日咧係用一部喺演唱會會用嘅鋼琴。真係㗎，想摸下添。我平時用開嘅喎，想唔想摸下我啊？OK。要擁有必須。哇！你做咩唱埋出嚟？但我唔記得個名個名啊！啊！但我知邊個唱嘅。陳奕迅，富士山下係嘛？富士山下陳奕迅。我冇睇㗎，一樣。富士山下陳奕迅。富士山下 Eason。富士山下陳奕迅。好，大家都啱嘅，就係陳奕迅嘅《富士山下》。誰都只得那雙手，靠擁抱亦難讓你擁有。要擁有必先等失去，怎接受？曾沿着雪路浪遊，為何好似淚流？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？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？試管裏找不到它，染污眼眸。前塵又化像石頭，沿着逃走。我絕不罕有，往街裏繞過一周，我便化烏有。第4首。未聽過呢首歌喎，好聽，好想喊咯會。我成日記錯呢首歌叫時光機，但佢唔係時光機，唔記得叫咩名添。阿昌，我寫咗寵物小肥，我就係識，只想去為你能完成時光機器，能夠超越時間生死。但我唔記得叫咩名，所以我寫咗寵物啊。我都淨係寫咗小肥咯。時光機咯，小肥咯時。光機咩？係啊。咁時光機留給你嗰個係預言書喎。係喎，呢首先係時光機喎，係喎。哎呀，真係唔記得，但係有聽嘅。好，時光機小肥。係啦，小肥嘅時光機，我以前挑戰咗好多次都唱唔到啊，點解嘅？因為好難好難唱嘅佢啲歌。唔緊要，支持我唱。究竟啲飲歌咧，即使冒住俾人鬧，我都要去唱。只想去為你完成時光機器，人人能超越時間生死。子彈鋪滿地，為求情敵撤離，部署戰爭奮勇地尋找轉機。天天公開捍衛你，不再逃避，樣樣事也經由我親身處理。被動沒有記，自信再笑都緊抱實你。哇！
嚟，但又唔記得咗個歌名。完全冇印象呢首歌。不如我用錦囊啦，反正我都唔知係咩嚟嘅。你可以打電話同埋睇在場一個人嘅答案。我睇下添，我睇下添。諗下先。撞容祖兒啦，但係我完全聽唔到係咩歌。張敬軒餘震。余真張敬軒。好，張敬軒唔記得咗個歌。 Yuna 咧？我講晒 Yuna。答案係余震張敬軒。係啦。可以唱李思韻個版本啊！你哋有冇聽過啊？李思韻，長龍捲風吹過，金剛對抗這吸引。關智斌，如家燕衝擊我，心尾向下沉。再加讚陸永棠令陳奕迅，就算草蜢實在太愚笨，見到一封也算是緣分。家永淪陷，危陣在痛苦中一致興奮，一致興奮，高登改歌定年代？高登年代應該係。大家嘅腦袋都係收埋啲冇乜等使嘅。我都覺得係咧。係哇，一定識嘅，但死啦。 OK。哦，知啦。記得叫咩名？我追到啦。幾首歌。我好熟佢呢個嘅。點解 Yuna 你又識嘅 Yuna 下次要坐嗰邊。因為我媽成日聽咯，真係。好，阿祥，離家出走衛蘭。鄧麗欣。衛蘭大哥。衛蘭大哥，衛蘭大哥。我出咗少少 trick 㗎。我開頭係彈咗大歌，但我後邊彈咗離家出走少少。咁啊，隨幾勁應該要有分喎。大家都有2分，除咗鄧麗欣。我用愛情不需要等待，不需得你允許，輕易真有趣，不需要分居，忘記輩分再追。我用愛情摧毀世交也不需一個壯舉，相戀的證據，假使要爭取，唯有約定和大哥喝醉。你班仆街成日唱嘅喎。但又係我識㗎。又係嗰幾首歌嘅。我唔會再提你哋啊！你哋做過啲乜嘢事？我覺得我唔適合玩呢個遊戲啊。好得啦，去到咁多先啦，好出㗎啦，好。你記唔記得你兩個做過啲乜嚟啊？喺我分手嘅時候。唔係嗰首喎，但係。係啊，肯定係啊。愛不夠林峰。都係寫咗一樣咯。林峰，我在記憶中找你。林峰愛不夠，愛不夠。愛在記憶中就你林峰。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。因為愛不夠係放手放開所有啊嘛。係喎，撈亂咗啊！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避。無非想放下你，還是掛念你，誰又會及我相比？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麼伸盡手臂，我們亦有一些距離。OK。但係叫咩名啊？仆街啦！我知。點解阿肥出嗰題好似十幫十兵咁？嚇！我答啱你又話佢幫我，冇啲咁嘅事。
係啦，聽完10你可以打電話問啊。打電話問，打俾阿長，打阿長。打俾阿長。早晨啊，我想打電話問首歌㗎。係，你係邊個啊？我係你嘅好同事啊。唔係朋友啊，原來。依家哼俾你聽，睇你估唔估到啦？一定估唔到。撞中了冰山，乜嘢撞中了冰山啊？車、飛機、冰山我乜嘢會撞冰山？O K，係啊，係船。你有冇睇 One Piece 啊？One Piece 架船叫咩名啊？叫太陽號。係啦，類近啦。我知。好啦，咩號？咩號？ O K，好，我係寫發現好 RubberBand。你發現號。好，發現好 RubberBand。我發現好 RubberBand，發現好 RubberBand。啱嘅，好。呢首09年嘅，突然間發覺，原來 RubberBand 係07年出道。我中學嘅時候就係聽 RubberBand 同埋 Super Moment。我都係。撞進了冰山，跳上了急彎，1秒從未想折返，就望到了，就能望到了，總會踏足這峽灣，劃破了風衣，掉了舊新衣，未曾想過會幸免，若信。一定識㗎，聽過，但係唔知係咩歌啦。好，因為咧呢一首歌咧係好大路嘅一首歌嚟。呢個開答案之後你就一定要識嘅呢首歌。 3、2、1，阿昌。臨尾你嗰下估到應該係牧民何韻詩。我將我認識嘅、中意嘅都寫晒落去。張敬軒啦、鄧麗欣、陳柏宇咯。何韻詩、牧民。牧民何韻詩，牧民何韻詩，我阿爸好中意聽嘅。分開簡單，抹去往事極難，幾多溫馨燭光晚餐，難以用斧頭一劈叫畫面飛散，伴侶沒了記憶會委屈，以聲勢越抱越夜談，歷歷在目我向臉頰，那年樹倒身應該已發散，年輪未可睇化化不淡。哇！哇 OK。喂，冇理由唔識過呢首。我俾提示俾你哋。係。呢一支吉他，佢陪過咗我場演唱會，但係我出場嘅時候，支吉他冇聲。好，阿昌。活着 FIFA 謝霆鋒。張敬軒。活着 FIFA 謝霆鋒。知唔知？我着 FIFA 謝霆鋒。活着 FIFA 謝霆鋒。但係我好憎啦，吉他冇聲嘅，呢支吉他咧陪咗我行90幾萬人嘅巡迴演唱會嘅。可唔可以唱個活佛 free 係咪一個活佛版啊？點解你知個老張華咁多呢啲奇怪歌詞嘅？我哋嗰個年代咧係好多呢啲㗎。吃上豬肉便流淚，吃上了狗肉又離去，活着就似子等佢活着來又去，又怨身在變碎，若剩體人醉，活着是為我為誰？年輕得醉到睡，亦能像波野般乾脆，快活到半日也像活佛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釋迦般清脆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估晒10首歌啦，我哋即刻報個分先。Luna 20分攞，17分。哇，好厲害喎，黐線！冰11分，耶！阿堅5分20分，哇，有9分，有15分，翻嚟試下，我哋各自揀啲嘢拎入嚟啊！梅酒啦，梅酒咁耐未飲。要翻到屋企㗎嘛，係咪啊？佢係咪都翻到屋企㗎？你哋係偷酒大會嚟嘅喎呢個。
我哋懲罰環節啦，你而家咧就要倒啲嘢俾花入嚟飲啦。好人士俾一啲肌酸佢。總之你做 gym 咧就有用嘅，大家個獻。咁其實冇乜嘢啊，所以好人士咯。我呢個係做最後嘅點綴嘅，有桃蝦多啦，同埋呢個麻辣薯片嘅。梅酒咧就同花入嚟一樣咁甜啊，俾少少啦。哦，你倒極都冇，不如成支啊！我覺得好啊，屌！我哋啊，嗱，我呢個咧就係好健康嘅蘋果醋嚟，做運動嘅人咧係可以有好多益處嘅，唔一定要我哋溝咗杯好飲嘅 cocktail，唔難飲係咩？陳伯，我話做好人，你平時都我加水啦。呢個水係你飲過嘅水。哇！唔驚啦，大家都飲過嘅水㗎啦。係啦，準備。你喺度用飲管飲啊？梅汁係甜嘅，但係甜嘅入邊係有酸嘅味道，跟住啲水咧就好似強行要撳到佢冇味咁，每一個功能都自己喺度發揮緊自己嘅味道，但係溝唔埋嗰種奇怪嘅感覺。你嘅形容啱啱就簡直就好似超級嘅我哋咁樣樣。接係估多仔啦，咁中意啲片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啦。記得喺下低留言，你哋平時00後係聽咩歌啊？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是半首情歌，風如空，天際展翅銀河，能橫渡多少星宿與天荒。